大家好，我係天賜醫師。脊椎側彎喺頸後嘅地方，大概係頸椎第7節或者胸椎第1到第2節後邊嘅移位，導致頸附近嘅軟組織增厚肥大嘅原因。所以好多患有脊椎側彎嘅人呢，都會有寒背圓肩嘅問題。所以治標治本嘅方法就係要強化頸前同埋頸後嘅肌肉運動，從而改善我哋背部懸掛系統整體嘅承托能力。對於背部嘅肌肉訓練咧，坊間都好多，不過我建議大家有一啲簡單啲嘅確保可以呢個肩胛位都可以做埋運動。之前都同大家介紹過嘅夾背豎脊操，咁佢除咗可以強化頸部背部嘅肌肉之外咧，亦都可以強化埋我哋個肩胛位置，可以強化我哋背後嘅懸掛系統嘅承托力。咁呢個夾背豎脊操就方法好簡單，顧名思義夾背，用嘅力係夾住個背脊，腳趾尖向天，兩個腳同個膊頭同等距離 ，OK， 兩個手微彎，膝頭哥微彎，面向天，腳趾尖向天，夾背，離開張台或者凳，1、2，夾背垂直落，夾背垂直上。夾背垂直落，夾背垂直上，保持面向天，保持腳趾尖向天，如是者做7次，係叫依牙鬆降。可以透過呢個運動咧，可以強化頸前邊嘅胸鎖乳突肌同埋氣管兩側嘅肌筋膜嘅肌肉張力，從而可以改善我哋嘅吞咽能力同埋睡眠窒息症嘅問題。跟住呢個運動叫依牙鬆降，1、2、3。顧名思義，呢個運動咧同發聲有關嘅。第一式係要發出去依聲，下顎向上推，面向天，下顎向上推，發出依聲，依。咁咧可以伸展頸前邊嘅肌肉，效果可以改善到胸鎖乳突肌同埋氣管嘅肌肉嘅收縮嘅問題。第二式叫啊，發出啊聲嘅方法咧就係用下顎向前推，啊個頻率係唔同嘅，咁亦都係可以拉伸頸部後邊嘅肌肉向前推，佢會覺得，咁你會覺得頸部後邊嘅肌肉會繃緊啲嘅。咁第三式係亦都係將頸同頸後同頸前嘅肌肉拉開佢嘅，咁我要揾個橡筋帶啦，或者一條毛巾都得嘅。咁擺喺條頸後邊，手踭大概90度，發出聲，係閉埋個嘴巴嘅。咁你覺得前後嘅肌肉咧都會有啲張力嘅 ，OK？記住每組2至3次，每日1至2次，咁可以強化頸部嘅周圍嘅肌肉。第三係家居護理嘅藥用按摩，我哋可以選擇一啲含有紅花嘅藥油，搽喺個患部。另外就揾啲大概1米長嘅棍，可以擺個患部，斜斜地，好似而家咁樣樣，就個頭可以左右兩邊轉動，每一次 hold 住大概1、2、3、4，轉翻過嚟1、2、3、4，如是者呢邊都係1、2、3、4，1、2、3、4，你可以感覺到棍子壓喺脊椎側彎上嘅摩擦力，咁樣可以改善脊椎側彎附近嘅肌肉嘅繃緊，從而預防脊椎側彎症狀惡化，有助疏通氣血同埋促進環部血液循環。記住要做多啲啊！若然脊椎側彎症狀持續，盡快揾你嘅家庭醫師，盡快接受治療。如果剛才講嘅資料可以幫到你，請分享俾你身邊嘅人。我哋下一集再見。